真要紧甲台湾未来合作的关系，所以台湾的总统大选一个选刷，随着派代表团访问台湾，除了拜会蔡总统、甲总统的当选人赖清德之外，嘛甲郭文泰、甲侯友宜、朱立伦来会面。美国在台协会 AIT 早起嘛举行着记者会。AIT 的主席罗森伯格强调讲，美国对台湾的承诺非常的坚定，而且是跨党派。一个见面，和美方访团代表握手小帐篷，将由 AIT 主席罗森伯格做代表团来到民进党拜会当选正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谈未来台美合作规划。今日讲 AIT 嘛召开记者会，佮一摆表达对台湾和平稳定的关心。We remain committed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3 joint communiques, and the 6 assurances. For more than 40 years, this framework has enabled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除了拜会总统蔡英文和总统当选人罗森伯格，嘛和南北包括郭文泰、还有其和朱立伦见面。进前诺如雄雄宣布跟台湾断交，美方嘛高度关注。While the government of Nauru's action is a sovereign decision, it is nonetheless a disappointing one. 那维持邦交的关系，将做赖清德上任后的首要考验，国会调野大局面，未来要如何和在野党沟通，嘛将做重要的课题。今日起国会进行国情报告，赖清德选战操盘手破面安康，但是国会要求总统国情报告，赖清德一定会去。如果立法院邀请总统，也不排斥出席国会演说。第三，针对朝野有共识的法案，优先推动等。过去前总统陈水扁、马英九拢愿意前往国会国情报告，不过无一摆去成行，而且备选牵涉制度，即马也无法令依据，必须协商。未来赖政府要施政顺利，可见才打要开始。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